電動滑板車、筆電甚至係儲能設備都越嚟越常見，但鋰電池火警最大問題係熱失控，同埋會好容易復燃。今日我哋嚟做一個真火示範，睇下 Compass 6 L 鋰電池專用滅火筒點樣利用 FER-T1 專利滅火媒介降溫，瞬間吸走熱能，斬斷熱失控嘅連鎖反應，從而降低復燃嘅風險。Compass 鋰電池專用滅火筒唔單止獲到香港消防處嘅認證，更加符合 ESG 無忽環保指標。無論係停車場、充電位、維修中心定係機房，鋰電風險已經係新常態。唔好等到出事先後悔啊！今日就為你嘅物業裝備鋰電池專用滅火筒，即刻揾防火儀，專業守護，一步到位。